欢迎收听12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诗篇87篇。诗篇87篇，我们今天要祷告的经文在今天的最后一节，他们要跳舞歌唱，我们幸福的泉源在锡安。他们指的是谁呢？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泉源是在锡安，而不是别的地方？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诗人所表达的是一个愿景，或者是一个内心所向往上帝渴慕要应许发生的地方，也被称作是上帝之城，因为上帝亲自在锡安山上建造这座城，这座城名叫耶路撒冷，所以有很多的人他们也会用锡安来代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就在锡安山上。在这里呢，提供我们一个很美好的画面，这个美好的画面是他们要跳舞歌唱，可是这些要一起跳舞歌唱的地方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因为埃及、巴比伦、非利士、泰俄、古时，这些都在历史上跟以色列人有过冲突，有过战争，甚至呢，曾经以色列人呢被他们打败被羞辱这些事情都不少见。可是在这里却给我们一个画面，这些人、这些国家，他们要被当作耶路撒冷公民，他们要一起跳舞歌唱，说我们幸福的泉源在锡安。因为这个公民表达了是这些人他们公共有一个权柄来管理他们，有一个权柄来带领他们，更是他们幸福顺服在一个权柄之下。而这个权柄透过今天的经文很清楚的看到，就是他们顺服在上帝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环境里那个敌对在历史中流血流泪的故事真的很多，但是是什么让这些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甚至对历史经验解读的立场完全不同的人能够和好，甚至一起唱歌跳舞？就是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应许以及上帝的掌权在他们生命当中发生了。我不再凭着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我经历的伤害来决定我跟那个伤害我的，或者是原来对立的再继续冲突下去，而是我愿意以上帝的标准，以上帝的做法，以上帝的教导来活出他对我的心意。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愿意这样来行的时候，活出愿你的国降临，遵守着上帝国的法律、上帝国的心意，这个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公民，不论过去有多少的冲突，都在这里面因着上帝的爱，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来跨越。这个跨越并不容易，因为这个跨越需要从你我的生命被更新开始。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读到经文的时候，面对一个很想象中很美好、很完美的景况，其实更是上帝在邀请我们来思想，面对现在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冲突、立场，甚至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对立，
我们能够用什么样更新的眼光来面对呢？真的就是全世界都要来敬拜这位主，他是我们的最大公约数，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回转到他的面前。诗篇87篇，诗人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画面，是我们能够和平共处，是我们能够尊主为大。这也是我们在这个2021年很不容易的一年要结束的时候，能够再一次来祷告，再一次来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今年真的是有许多不容易之处，可是主，你的话透过诗人却让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画面。这些过去曾经有伤痛彼此有嫌隙冲突的人，能够一起跳舞歌唱，因为我们都找到自己幸福的泉源，是成为你的子民，是活在主你的国度中，是活在主你的标准和律法当中，使我们在面对每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从那个失落，从那个困难，从那个没有盼望当中跳脱出来。因为主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你更是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图像跟盼望，是我们不仅可以期待自己来到你面前，主啊，那得罪我们的，那我们伤害的，他也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透过十字架上的恩典拆毁那隔断的墙，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保护者，更是掌管我们全人身心的主。谢谢你爱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再次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迈向新的一年，更多在你话语中得着更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将这样一个和平美好的盼望不仅赏赐给你，更是让我们在生活中就能够实践前往这个方向。我是思倩牧师，我们明天见。